大力了当啊！哦，哎，精神啊呢，精神啊！哎呦，好，足悬的，足悬的啊！宣布今仔日的任务就是咱要做东路。哪有可能？啊，嘴开开，骹牌开开。超过啊啦！你拢拍袂准，你把超过咧！伊拢把手看这边来讲这边，我看这边咧讲这边，拢拍袂准。即摆要做啥工作？喂，当路，当路。OK，博士，即届招咱来即个宜兰。你讲要来宫庙要创啊？对啊，个教育的宫庙，哇，大家拢遮隆重的哦。系啊。使啊呢？哎呦，啊哪咧拄久啊？对啊呢，日头赤夜咧困哦，吊山哟。您好，您好。哎，搞早搞早。你看，这两只狮吼，嘿，怪怪的。对咧。啊，即摆你看日头，拍尻川啊。啊，日头赤夜夜，啊，啊，我要不爱起来。精神，啊，即摆这安尼袂使哦。啊，降落。哦，你讲你甲降落就真神啊？嘿，绝对会精神。真诶啊假？嘿，较大力的。较大力了当啊！哦，哎，精神啊呢，精神啊！非常好。是咧欢迎我吗？哎，跳起来！哎呦，好！广告任务来啊！啊下后面。制作文创商品。摕落来。诶，因为咱这无摕落来，伊就袂使落来。好看。好看，赞哦赞哦！拍婆啊拍婆啊！辛苦啊辛苦啊，高知高知。做啥好？还是讲？你来看这，你看这。嘿，这两个哪会看起来明显？哎，这亮哥呢？喂，兄弟阿胖呢？阿胖呢？哎，这亮哥啊！你别来，你创啥啦？亮哥呢？亮哥，看到伊就只想要唱嘿。我想要转去。哦，无你人生转去，人生转去，阮来得啊。哎呀，我来俩要等伊到位啦。那呢，我今日有任务要拍互你咯。对，恁小想者，恁小想者。你约看卖啊，咱今日要做啥？我甲你讲，这我有经验。哎呦，这人使的话，就是甲使啊头有关系嘛。其实是安尼啦，我是老台北湾，对不对？对。今仔这个吼，算年轻的，算新的少年台北湾，伊可能心内有有数啊。啊？哪有可能？来这边。啊？我就要宣布今仔日的任务，就是咱要做东路。哪有可能？咱 boss 今仔日叫我这个老的来吼，哎呦，哇！就是要介绍恁这个东路要怎做，但是吼。咱拄则走无人西对哇？对，人西有这个 logo 店啊。有 logo 顶家。 logo 店咱先来了解一下，这 logo 这是大卡的啊，对，大卡的。这种卡细卡的哦。这毛色开。哎，这讲是，这应该是平常时看到迄种吧。这是广东路。哎呦，当白油，声音无共款，这较亮，声较亮，较油，这较尖啦，较尖啦，哎，较甜，声较甜。迄是台湾路，啊，还有这你大家拢会这晓。这个卡的，你有知没有？你买晓来我这来要酷炫。这配合，来。
要出山的哦。嘿，真香啦！怕呢人是免咱人啦。我甲你介绍，来，团长，哎呦，团长，团长你好，这笑人了嘞！有可能红兴社的团长啦。哎呦，闺女厝，闺女厝，我81的，那对，阿鸟喂，团长，咱你已经结婚啦，你唔知来？啦，无啦，无啦，卖个强啊！无啦团长，即摆是，啊袂轻你甲阮介绍一下，因至少安尼，人一届赛安尼吼，啊几项锣鼓夹起，哦，那像咱广东赛哩，嘿，人赛的部分，咱的后场的配合就是讲有鼓，鼓，有操，超这有做操啊，这有做操啦，哎，迄个咱广东赛的，广东赛的锣，当赛咯，台湾赛种锣无啥共，哦，就是伊的迄个大细，大细片，寸笑无共，但是讲正经的啦，讲要做这吼，我感觉是无啥可能，你确定吗？这一般人会晓做这吗？这有法度，这嘛是人做出来啊，是吗？机器做的吧？不是一般人呢。人做的对吧？这人做真正的，哎呦。哎，头前兄，到位啊，快我路边，来看卖一下啊！这介绍一下。呢，这敢若大庙外口，有啊，讲者咱看来迄大卡的迄个，因咧介绍讲台湾路有无？大卡就是这中间铺起来。这因后生啦，较细较细这你啦。看迄大细细安尼，对啊，哎呀，伊顶管有这个什么收，这会使做音乐的。亮哥，这是条什么歌？丢档丢嘛。丢这是咱宜兰的民谣。丢丢丢这种物件，这有做啥？你知道？我介绍，这有做编锣。你会当用这个锣啊吼，丢，有道理。落去编音乐啊。我晓准讲，这个路敢若讲了会系啊响，啊，所以讲伊这个唱歌，毋是讲黑白拍的，就是一个圆安尼，伊爱对着伊的音嘛。哦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师傅工啦，所以咱来了解因的制作的过程。好啊，咱来遐看卖。哎，我听到啊，有听到无？大声，这个叫大了，这个好大声！哇，犀利哦！伤悍吧？这个欢迎来到林武铁工厂。你就是林武本人吗？哎，林我是阮老爸，哦，你老爸，所以恁这几代啊？我第二代，啊，阮囝嘛，囝吗？哦，恁即摆第三代落去接啊。鸟喂！啊，所以讲咱这个铁工厂，原来有历史啊。哎，80多年， 80多哇！你看，哎，自日本时代到现啊，我清调啦，我清调的。清调的，明年才是啦。 80几年，哦，所以讲咱这个铁工厂有做这算路，这算锣嘛吼。罗哦，这算迄个档的嘛。档的，丢档。啊，是毋是自较早就拢做档的？以前是做铁的，细型的机械当应用的。啊，到尾有啥物机缘开始做这个？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人客，嘿，伊就请北管的师傅老师啊，伊就在当罗伫遮破去，破去啊！对只破去，嘿，啊鸟喂！啊破去伊啊来只布，探听乌鱼兰市相当的老师傅杀人。哦，现在问嘛知影，伊就讲知影讲林武。林武，摕来用看摕听。来用个布，搁啊回完了后，感觉迄个声比原来较好。哦，啊，伊就要求讲，叫伊甲做一个新的底下开始。哎，安尼我有一个问题，阮今仔有看迄细汉的广东的迄有无？对。哎，有无迄落？广东无这粒瘤啊，刚刚有豆仔啊，无加这个豆仔。因为像拍鼓啊，爱拍中较响的声。有这个时，伊就声音较会集中，较会集中。太结啊吼，迄声太结。啊，你若无这个时声拍的，无一届就哗就出去啊，不要哦，所以讲这条介重要。所以咱讲就是讲这粒，讲这粒啊讲边仔声佫无共，无共，每一粒会当落的灵魂拢在遮。是倒遮啦吼。你要哦，要音板，音板，你予伊附带什么音？光低音、哎，音长、音短、solo 哦，也是拢伫拢伫这个调整。路倒落去调，嘿这是安怎调？大细粒落去调，还是讲布啊较，碰较关来落去，关机、关机落去调，大细嘿，大细拢有拢爱调。关系。哦，
咱正经啊学看嘛，这条。啊，你系啊，恁了解到差不多啊吼。哎，啥会使啊？会啊会啊哦，会啊，你要体验一下。我来试看卖啊，好不好？这我片是咱哦，这片就是迄片吗？那有可能，这边啊就那超盖济呢。这比赛讲是较细迄个路仔，我会使提起来看啊，伊这卖。边哦，本来这边偌大，平平啦吼，哦，白白这。拢平平啦吼，这动的声哦，哎，哎这个哎，哦，这还未做是安尼尔哦。拍听拍听，就响诶。伊这就是要有响动。啊，然后咧，过来过来，安怎大做？仔是要安啊，说来哦，所以咱这本来伊咧加盐的时就掠一个中心点，哎，这边掠对中，无伊本来就掠好啊。然后啊吗？哦，这个，这个无？哦，有一个那个凹啦，哦，咱即摆已经替你掠好啊。知影讲路仔要偌大，就是直接拍伫圆规。哦，钱要有要对钱啊，四因为条。你拍的层次就是咱由内往外，嘿，我先示范者，示范，示范你先 party 一下，吼，party 一下。拍梯啊，哦，哦，啊，你讲啥？你讲啥？三哥，哎，你发了，你现在大声，你耳朵敢袂听？快去啊！猫落啊，哎呀，猫落。落哦，猫落伊哦即摆你看就看有哦，啊伊形体出来啊呢。有啊，有呢。使你安尼耳孔会去爱去看医生嘛？拍落先嘴爱开对，开，因为我拄就是安尼。哦。哦，我头拄拍出开诶。哎，我嘛咧。哎，我阿嬷甲我教，伊讲开就我写嘴爱开开。无拍开，是哦耳孔会扁去。哎呀，来，我试看卖，我试看。啊，你嘴爱拍开哦。哎，嘴爱拍开。这支哦，较细支的。啊你拍就莫跳过条线，咱就拍这中心点。所以你甲讲诶，大啦。你讲啊紧吼，下面就无体力啦，你爱大啦压悬，我拄则就已经无体力啦。哎，无爱压悬，爱较慢，自头头拢无得。我昨腰就闪着啊，即摆来换恁来啦。阮少年，阮少年，我是阮这较粗勇，阮这对无？我坐有咧你遮哦，练，有咧练哦，平常时都摕几棍。来，有咧练，有咧练哦，有咧练哦。因为即马爱摸筋啊，嘿爱摸筋啊，嘿嘿嘿阿弟，啊，嘴嘴开开。哎呀，哎有较开吧？啊嘴开开，骹嘛爱开开。哇，转，还要爱转，转。哎，我刚刚雷公咧。你超过啊啦！你拢拍袂准，你拄则你超过咧。伊拢把手看这边，讲这边，看这边咧讲这边，拢拍袂我准。遮拢会使讲吧？我你在超过啊，你看。超过要怎紧拍？我讲会够整理，会使整理啊。哎，我有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指压病，迄声音足大声，真大声。但是我看到伊咧甲阮咧介绍的时阵，伊目睭内面的即个热情吼，我就知影这真正伊足爱的。我打拍的，哇，厉害厉害！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啊，袂哦，买使，马使。啊你也来，你也来，我来接，来来，好你，哇哇！伫遮哎呀，我你不怕欢迎哦。好，你看到就好，好嘞，看哦，到就好，看遮我，用手换，嘿啊你没有？等下啊，你等下卡着我手。你看到就好，好嘞，哦，看到就好，看遮我，用手换，嘿啊你没有？等下啊，你等下卡着我手。对啦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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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啊！来啊！对哦。喂，喂，你咪就是安尼哦，讲安尼时阵哦，靠好，啊再佫往你底佫讲，讲这边啊，哦，即摆咧靠袂较油啊，对无？较油，嘿，较油啊，较油啊！较油啊，啊，再换你来，哦，来啊，吹落哦！你拄则配合了足好的呢。但是我发觉一个代志，就是你出来前内面愈来愈无饱，啊，愈无饱的时阵会愈会较歪，偏哦会偏，偏去。哎，嘿，啊，你较有力头的时阵较袂偏。对对。啊，但是这袂记得爱定
爱定啊，对你无啊。定啊，伊会我一输啊都要发进你现在公共的飞出去，这若无常常咧做，半点钟以后一定踢手的，一定踢手的。啊，即摆这你还搁用这哦？哦诶，可以呢。啊，我来试看换你换你换你来来，看诶我，啊你赶快你可以啊。啊，你还徛咧遮啦？哎，等这边我手较顺势。等下，主持人啊，啊你，无你来我讲好啊。免惊啦，我做袂准。免惊啦，足恐怖的咧！我看好准哦。哦来啊，我嘛足紧张的。啊shit！就算嘞，咱保养甲补10个尔。对啊拄则敢若迄个麻糬麻糬。哎哎，对。哎，我你来试看卖啊行啊，正经的。这个形造出来就是爱看安尼吼，看这边。哦这边啊，哎，啊有啊，新讲了。歹呢。哦，这豆仔规来拢泡出来啊。对啊，你经过伊甲拍吼，伊密度会增加嘛，所以伊规个迄声会平均嘛。换后一站哦。哎，这样，哦，今晚就是要做这啦。哎，这高水呢哦。高水帅哥，你好，你好，这应该是恁后生嘛吼啊，。恁介绍这阮后你生，好，哎，啊，今晚就继续伊，哎，少年呢？甲你讲安怎做。所以安尼，阮甲恁囝小学一个。好来。今嘛要来烫吼，烫的步骤，才有一支安尼阮伫后壁较固定的物哦，件，这敢若夹巴的物件先你哦。套食，哦吼， ，OK。了后这开关甲拍开，哎，这个是青头，这是青头。青头啊这是什么材料专门伫烫金属的，哦。金属要烫啊，这是布轮啊，啊你甲抹起来，哦，爱挂伫咧布那里。安尼哎，啊手大部分甲固定，固定啊甲拄落，啊互伊洗，啊安尼就金啊。哦，啊你。哎老师，你听试看卖，哦哎，会烧，等会烧。哎烧所以这个手爱是安尼拄对，的，啊伊家己会走吗？家己会洗，你甲拄落去就会洗啊。我试看卖。试看卖。烧。呼噜呼噜。哦，哎，对，啊留啊，留啊有一个，卖饲伤完就对嘿，了。对，莫去伤完，互伊胖。互伊烫。哦，有啊，胖起来，胖起来。对。好，有安尼就金。哎呦，金哎呦，丝，金丝你来看卖。我看一下，哎呦哎，哎，水气清了，会烧会烧，嘿，所以挂酒笼就是安哦，尼。烧烧好好，袂歹咧吼。我就惊啊！嘿，金给你5000得。伤贵啊！哎，我等下家己拍。我是足好奇，恁若想着用这种较细粒的。嘿啊，诶，原底啦，原底，阮爸爸，应该讲为阮阿公开始，嘿，因有法度甲路愈做愈大粒。是。吼，就即马今仔看到的一般尺寸的，对啊。因它做到直径240的240呢？比我更较悬。 ，240公分的。哎，我就想法是讲，我就做大，咱甲做细，因为做大携带无方便。嘿啦，我都炸啦啊，，做细是啊，高这水，算算吊变做一饰。个敢若艺品的物件。嘿，对。对无？你讲安尼小朋友嘛会使来做伙耍。我就是甲去读书的时阵，我就四界网看去行行的，就看讲人有 DIY 什物货安尼，了解动手做安尼，我有甲阮爸爸甲伊参详讲，咱嘛通工厂，咱互人来参观嘿啊，动手做，嘿。目的是要互人熟悉阮啦。是。嘿，啊，但是你本准是读啥物科？你可能读迄乐器的。我是读迄落医学，你睇啊！医学相关的，嘿，医学相关的。啊，你哪会愿意转来接哈？有啊。哎，阮爸爸就知影生我一个查甫的尔，我无希望伊就是伤忝。嘿啊，轮你我这辈。所以即嘛算讲用创意的方式，或者会使继续传承。这螺吼，
哦，大摆就知。罗拍，你目睭看有吗，老师？我连下大都白袂好势啊！你叫我白这。真的啊？这位大哥，你的生活顶管有啥物问题？连下大拢无法度。我嘛白卡哩力的。巴弟，龙仔，快点搞！是。什么物件当啊？哎呦，这歪哦！是啥物件？鸟尾，啥物物件啊？安尼。哇跳跳！哎呦，哦，差钱。这不是摘山来的吗？哎，这直接搞，直接搞呢！差点我给你关掉啊！你袂使拍，袂使虐待动物啦！来为遮饲落啦。哎，足恐怖的咧！喂，这嘿啦，遐饲落就好啊。啊，为药剂遐个饲落。哇，这应该是叽叽叫咧。哎，我头一摆知影这叫了，拍了个叫咧。你哪会使欺欠我的高山啊员工咧？无礼貌！是讲巴蒂、董仔、黄三亮、阿庞，请恁四位即阵随去三星太子殿，有任务爱执行，有任务爱执行。有任务执行，即马任务要派互咱就对了。对啊，但是我你讲到啥物太子宫哦？嘿啊，啊，太子宫伫对。哎，你知影伫倒无？你三千。 DIY 做的无，咱就赶紧去这里好，袂歹好，啦。来，做。啊，较认真的，较认真。我连空都找无。哎，所以是3个颜色，3个透。这个也是个。你卖你要怎么？较大粒的哇！有啦，大了，大粒啊！我看无啊。目睭歹去，目睭歹啊！目睭歹，歹势，这目睭较歹。咱三星的这个太子殿太子殿啊，太子殿啊！大庙，大庙，哎，咱来了解一下。这专业的哦。团主呢？那是韩国少女团吧？哇，太水啊吧！哎，咱这团是对啊，北关各团，甲团在台湾打当然啦，对啊，有嘛？婚丧喜庆，做老的啦，做老咧。但是我想要问一个，就是有人捌听过对不对？对。这条歌拄啊表演这条，敢有歌名？哎，对嘞，阮拢是白记，阮叫做白记。白纸白白记。啊，我介绍我的团员。团员，你好来，来，有请。都来都来。麦克你来，这是妈妈。对，这是妈妈。哎呦，笑人呐！二哥。哦，这是我的大哥。林大哥。这是我的阿姨。阿姨。这是阮家的弟弟。哇，快点，专家大众嘞。我所以啊，互我一点仔位。哎呦。哎呦，专家都比较这个团队是嘞。以这个家族做基地安尼吼，安尼厉害啊！所以讲，咱对拄则咱伫迄在西遐做路遐。做咯，做迄咱咧做迄路吼，当罗。有好多人伫咧听，是这上主要的乐器就是当路哦。其实最重要。啊，阮迄条路嘛是领有当路因算上不哩久的，禁锢经济。恁头拄看的拢是白纸的部分，阮阁有唱曲的所在。安尼哦，唱歌当变化出唱曲出来哦。一定爱啊！哦，有法度唱你的这唱无？曲甲这你放我。甲这歌戏调有啥物无？对啊，有吗？真无共咯，很不一样。蓝坛，蓝坛，加肉加三加肉加三层，看戏看蓝坛，听蓝坛，看戏看蓝坛这。我无听过呢。所以蓝坛调就是算恁咧做的，对北管的就是北管安尼来，hình象一来秀姐，hình象一个。今嘛要邀请到咱宜兰这个荷兰社，对，为阮带来上水的美丽团组的表演。好，来，我先高了姐。水。一九。哦，如龙上
相信为何以大神动起干戈，却是为何啊？我神官哪里知道这毛团好势无礼？我幸好以他建立，有理不还，勇矛不断，反把恶言相欺，鼓处以他动起干戈，如此待兵到门来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太精彩啊！团长来，哎呦，哇塞！你咧唱的时阵，敢换一个人呢？对啊，因为我爱带入迄个角色，你头拄是你拄则是演倒一位？孙悟空。哦，孙悟空因为蟠桃蟠桃花，蟠桃花嘛。是。哎，你本身是歌戏底的哦，嘿，啊，啊，你嘛是我京剧的、戏曲的啊。戏曲的嘛，戏剧的嘛吼。对哦。哎，我什么拢无过。我报第二的。啊，你报嘞？恁这拢专业的吼。我刚刚 get 一团。啊，无恁是我是来等。你叫车。你爱负责收钱啦。不是，我收钱。表演人是最重要，但是一个最重要的，要有观众。对我来做恁的观众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做阮的金主啦。嘿啦，我拍波啊呢，对不对？我来看一下你歌下本。客背啊。你这歌本内底。这件足久的啊，哦，这拢是是老师才传落来，所以阿公阿嬷传来。就下来。拢是手写。嘿啊，啊你那会不爱用黑那个透明胶带给连接？因为阮惊字到时阵要改啊，是要写，袂当用，对。所以阮拢唔敢甲破啊，坏有。复印甲影印吗？阮惊复印红头题，每一团每一团拢有因家干那一己的方式本。。是。啊，大家拢写，大家头学，啊，家己拢有家己的标注，对。所以阮大家每一团唱的，也是因的拍点拢无共。会使教阮一句，阮唱看卖啊。好啊，较简单的。我甲恁教菜板好无？菜板。菜板。试看卖啊，我拢歌手出身的，你老师，拜托诶。挂袂起上。来到这我练一道，这摆老师拢伫遮。来。我先念一遍嘛。好，你是你两遍念一句，。阮学一句安尼啦。孙悟空孙悟空出咧东门啊。出来出咧洞门。嘿，啊，咱都会用唱的吼。来。孙啊。悟空啊！我怕家恁可能都袂唔通啊。一个唱到5分这个看恁就是要看厉害的所在。我变调起来啊！孙啊，孙啊，孙啊，差不多。孙啊。伊会有一个看音，阮厉害就是要看迄个音。看过。听有的人就知影讲，哦，这个人有看到遐。哦，有练到遐，无练到。哇孙啊，来，戏剧迄个可以啊，来。可以的。孙啊。你有吃口？你是有毕业是无毕业嘛？华戏班底，来，戏剧来，会当学校来的面。京剧。啊，你到时阵手要好看。孙啊！那音可能又不一样。加一个音。调查啦。咱就来讲下，孙悟空出动。出东门，哦，我甲孙尔，唱一字了，无多。来你就袂了。干一字啦，干一字啦。有可能你会唱到最好无？是安怎？唱看卖。因为无一定哦。哦，白纸。对，你是白纸。你试看卖你买唱吗？但是我有可能叫把你污染。可以，看靠我家来。看甲歪去。你要团体的唱吗？来团体的唱。来。孙，只能杀孙啊！你唱了上好咧。就稳的呢。白纸就是不一样。哇，厉害！因为迄真正毋是一工就会使学，因为我较早咧学京剧的时阵，老师咧唱，阮就是爱用手机录落了，等去一直听，才有法度唱出来。对啊。当罗，咱上尾负责当罗。主角
负责当路。嘿，爱我来，我上有你有足面的无？当然嘛是有足面呢。你看阮遮汉草拢爱正好，甲人讲一粒无？是哦。哎呀，无讲就像我共款手搓酒。你试看嘛，你讲一个，看你的手咯。哎呀，甲大声讲落。讲落。他的音因为就他很早就买了，他很鼓，所以他应该是我们团里面最大声的。哦，上大声。对，伊这材质较好，所以声会较响。伊的锣声其实都像单雷公共款。哦。对，其实古早的锣声都是战争要煞的时阵，咱若求败，就紧讲锣。咱若要开始战争的时阵，就爱拍鼓。哦。大家就知影讲。我人讲建鼓，起鼓啦，起正鼓。古早时阵，你若起鼓，你不爱接，这士兵马上格杀无论。哦，所以抬头的对啊。所以锣就是真重要。啊，你知影叫啥物叫锣吗？唔知。你等下阮要开始的时阵，你爱讲，应该会起鼓。这叫做叫锣。叫锣，就是开始的意思。对，就是叫大家爱准备啊。上班啦哦。对。上班啦。啊，抢紧啊！哎，手拍呀。你手现开，你才看。哎，对。但是要安怎跟妈妈配合啊？是种。哦，叮咚框哦。叮咚框的啦。啊，头前拢无，我只要叮咚框哦。安尼当然会晓嘛。无啦，就后壁嘛。哦，都位，了对啊。你是嘟噜哐，大家讲你要落来，就是安尼嘛，对不对？等下，怪，讲这时阵，我想到我敢若迄只狗咧，哎有型呢，我哪敢若迄只狗，你莫甲我拍哦，我叽叽叫哟，对啊。好啊，莫闹来，咱工作型的，咱全部来一遍好不好？全部来一遍。来，他照着。有感觉哦，感谢大家今日来看我的表演，感谢表演家3秒表演，啊唱歌唱一句，啊表演3分钟，3秒钟，不是唱歌是唱一个，表演3秒钟，福兰虾，啊咱这团叫做好兰虾，好兰，好是足困难的，考验阮大家迄个默契嘛，有时阵袂当用看，爱用听。所以等于讲是，搁爱目睭看，啊，搁爱耳孔听，啊，搁爱手，啊，搁爱足专心的。今日吼非常感谢咱的福兰虾，对啊，带咱进一步了解咱这个北管的艺术，啊，是不是还有什么任务？对，因为朴书刚有任务要交代。不是重点是因为阮今日有恁迄人使的时阵嘛，文创商品嘛，啊，就请去想看嘛。啊，咱而家拜别了，咱的老师，感谢，继续练，好，谢谢哈，感谢。所以我小感到。安娜，咱的 boss 搁甲你安排什么机关？搁出来。 boss 过来啊！小等我摕。你今日你甲恁哥哥。哎，你唔通安尼哦！来，我买，好啦。恁兄弟。哦。啊，恁共做的咧。搞唔知呢？哦，塑形的。啊，就免买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出来啦！现在我过去。即摆恁的广告任务是爱制作网络文创商品，我想恁应该是雾煞煞，唔知要对倒位开始吼。免烦恼啦，我有帮恁找到专业的设计师，即阵恁就前往望良边和设计师见面。恁知影望良边的？对。望良边。东北强
伊山。伊山，放两节地名啦。你去甲伊山，大家都会甲你讲啊。好，拜拜，谢谢，好，我来放两边。拜拜哦，拜拜，再见。这所在水呢吼，真正有水，这真正有气水。氛就好诶。对啊，这有水呢，刚去位对啦，看起来迄敢若足神秘的哦。设计师，设计师啦艺术的气质。哎，设计师你好，听讲有任务吼，讲要找你甲讨论啊。设计安尼。正经的代志先做。要做啥物工喂，当罗。我下班啦。哦，巴肚枵安尼。对，辛苦工作，先甲你分享，阮今日做啥物？对，咱拄则有做这。这是咱去迄个西啊，迄个有剃铁工厂啦。第三代第三代就想讲用这种较古锥的物件。我就是讲，看安怎甲设计师讨论吼，进一步咱甲做佫较有当吸引这个消费者，嘿，看是毋是？大家想，大家做伙想啊。啊，若甲拜拜结合咧，拜拜拜，我去拜拜做啥物？会去等迄钱啊许愿。会当为人带来好福气运的、好运的，替人趁钱的，哦，这个种创意的物件吼，人感觉咱就较有兴趣买啦。你敢若好看，伊不一定爱买啊。啊嘛有实用，好看。对，你讲对。变成买登去有实用。对。这声呢？安尼有声哦。哦。物件等你去。咸鸡汤吼，还有这咸鸡汤。咸鸡汤会使哦。会使哦。我姐。做圆的。咸伊迄会使啊。安尼单起哩，讲伫遐，哐，啊塞入去。啊，你才做一个高安尼吼。嘿啊。做一个安尼粗的就对。嘿，粗啦。钱先讲着咯，出声啊，再搁落落安尼。因为使做迄足水啊，阮。啊对啦，迄做。对啊，你用看到啊，看到啦。哦，啊你安尼变做讲你安尼趁钱有声啦。这句好，趁钱有数，提笔。趁钱有声，黄三亮。安尼我知影大家的想法啦。安尼哦，无过钱重啊，趁钱有声。对。安尼我感觉袂。爱有声重点。对。声啊，佫有萝卜的这个。爱有伊的这个弯手，会使。啊，大人囡仔拢介意，啊会使方便买的。啊，袂使伤贵，爱买的啦，拢爱买。对，嘛是袂使伤贵，对。袂使伤贵。好，安尼我这大家想法，我结做伙，画较水，好，画较水。结规完。你想一个商品，互因大家买定佫会趁钱。那呢？你想这？无问题对无？无问题。好。林大哥，阿贤，我来啊！来啊！我们传厉害的好消息啦！来啦！来！哦，够听！听。咱介绍这个设计师来吼，这阮设计师阿中啊，上拍铺的哦。这是阮大家想的。这人讲这是迄钱筒啊啦吼，一般是讲欠钱筒啊，但是咱这叫做趁钱筒啊。对。像安尼啦。像安尼。来。钱筒啊来啊，趁钱筒啊，对吧？对。我甲你想到四句啊吼，我说林我工艺，林我工艺嘛吼，林我工艺，代新团，哎呦，当落一响，趁钱有声，哎呦，趁起来了，真正有声。这个物件就代表咱这林我铁工厂的精神，好，啊，佮代表咱在地工艺。哦，啊，佮大家吼买定佫会趁钱。阿贤，你看卖，你感觉安怎？因为阮少年人吼，阮对啦，恁少年人，阮少年人，我
我有对啊。啊，恁坐去外口去，无啦，讲出去，你嘛少年。本来咧上主要是讲针对少年的市场，看安尼有法度接受啊，我看这个图边啊，这个材料嘛是重嘛，对嘛是重对。可能无遮大地的。你若这若塌去，哇！这外高啊，这个1米米的高度，哎，1米米的高度1米高啊，1米这种成本会介悬咯。这一片咯，这一地可能爱几真块，几千块几千块呢？啊，你就袂使卖1680啊。对啊，几千块。哦，这个爱搁收钱。起码咱先做起来吼，莫去计较讲有做成本，先甲物啊做先做出来，先起来，哦啊再来讨论讲材料要用啥。哦，但讲这个物啊，感觉当无好先，咱就用金嘛。哦，想到这钱筒仔的这个想法，我感觉足厉害的，因为用这钱吼去甲讲，啊，佮有声，啊，你欠钱的时阵愈欠愈欢喜。阿妹跪下你。没错，随便。好，肉丝来啊，肉丝。老师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哎呦喂啊！拢未听过，哎呀，去我们武家。老骨头还蛮有恁母是。啊，毋过迄粒袂歹。但是讲真正，有效果，有效果。做伙安尼斗阵嘛，食趣味，真好食。对啊。大家好。哇！手烫烫啊！哎呀，辛苦辛苦辛苦！你已经做好啊？做好啊，做好啊！哇，咱这只讨论呢，对啦。来，大家是恁一个不管你做了安怎，先啉就对了。辛苦大家辛苦，大家交杯哦，辛苦！哎呀，哦，恁，我要先看，等下。赞，来。我要先看，我要先看。期待你要看来加我。哎，一人看一间看到了。表情管理哦。哎，水呢？水吗？哎，这卡足甜的呢。来，这绝我你对有迄个价摕出来，啊，豆豆摕哦，你要摕好。多谢阿爸母，好我这个当罗奖哦，就欢喜。哇，有这样，哎呀，真正嘛客气呢。你的灵魂呐，吼，林我讲嘅，大安尼哦赛，代代新团，吼，当罗一响，趁钱有声。哇！哎，这真正安尼，感觉足有价值的呢。还是讲咱来啊，问人，咱来做一下市场调查咧。这重要，这重要。对不？好，看大家有介意无？这市场咱再来决定讲要安怎卖。嘿，先算一个。嘿。喂，锣声一响，响透天，哇！添福添财，财满钱啊！哇！过来，来，林我工艺社吼，伫个咱宜兰地区专门咧做当路的。做当路，啊，我用这当路吼变做设计一个吼文创商品。好来加油！哎，有啊，赚到大钱，啊！哎，发财！当桥啊！哇！赚大钱啊！全家拢赚大钱啊！一块就赚大钱啊！好幸运哦，厉害啦！来，这个就是送给你了，送给你的，这送给你的哈。来，当罗一声，子孙代代好名声。当罗两声，平安健康真好命。哎，当罗三声，金银财宝我大听。好，来，咱这卡吼，嗯，趁钱通啊吼。对拄则阮的迄市场调查的结果，
向两位头家报告，对，大家拢算甲足欢喜的，是哦，大家拢想要一人走一骹转去，刚才用看就介意啊啦。系啊，阮嘛是有考虑到吼，就是讲伊可能伤重啊。成本的问题。成本的问题，这若讲这两片嘛，拢是用这个重啊去做的话，啊有白种的。对啦，用白白种在的起啦就是。安尼，其实哦，嘛乌金啦吼。这少年人嘛介意这种黑色，安尼亚克力这种感觉。红水乌大斑呐，啊，个一点啊，伊这阿爸有啊，色嘛，佫做甲无共款，有三个色，看起来较活泼啦。较少年色较少啦。年较活泼安尼啊，嘿。这其实今仔日嘛有调查嘛。是。阮像问200外的人的这意见，超过哦。超过啦。今仔日咧问即侪人去做这问卷调查啦，啊，大部分拢是讲足好耍的，啊嘛就愿意讲甲买倒转去。这算讲 CP 值嘛，袂无歹，讲尔。设置袂款。好，咱少年人的梗图啦，啊这阿贤一直知。会使互恁放在恁的粉丝专业啊。对，先说介绍这个商品。对，好来，啊，阮是用这个，恁知影这什么电影嘛吼？对哦，达尼克女主角叫做罗斯，跟螺有关系。罗嘛，这罗，当罗。啊，你的嘴咧画啥？伊在画讲 I'm King of the Law， 就在写这吼 I'm King of the Law 啦吼。啊，这就是第二张。对，哆啦 A 梦。少年家知影。啊，因为哆啦 A 梦爱食当罗烧。这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吼，这个牛郎的帝王啦。啊，就是即马少年人流行这个谐音梗啊，啊，阮就用这个罗兰换作那个当罗的罗啦。啊，上尾一张是咱，这算讲香港一部一出就有名电影啦，叫做《古惑仔》啦。啊，因为这四个主角拢是住在这个铜锣湾嘛。好签。当罗湾呐。古惑仔啦吼。对啦，请咱阿贤过来头家。啊，我这紧张啦！啊，你会使拿互阮分数哪讲？吼，看有啥物意见拢会使讲。当路是我做的，对啊，我互伊10分。哦，你家己鼓励家己啦。高水。啊，佫说咧吼，恁有这个想法，这个 idea 吼，我嘛是爱互恁10分。哎呦，好水啦，水开啦。好，计有满意的吼。过来哦，恁的这个想法了后，咱的设计师佫咱设计落，我感觉伊嘛是爱10分哦。用心，伊足用心的，真的。啊，无设计师咱做袂出来。怎么设计师的？阿中的啦，阿中的。我来面再讲，啊，是要我讲。我先予10分予罗兰。罗兰，谢谢亮哥安尼牺牲，嘿，啊，佫10分予哆啦 A 梦，然后佫10分予设计师阿中，都是伊绞尽脑汁安尼，教阮想这个物件出来，互阮才好啊，idea会使互阮参考啦，所以这10分。赞。过来，互阿爸。哎呦，哇，无啥讲的。分享。啊，这可能是别啊，见要对鬼看。我的心要丢。因为一个重的，一个是阿可里来讲，正来我拢真满意。啊满意哦，爱感谢哦，亮哥啊甲大家安尼吼。参我嘛爱甲投落。大家拢有分数，大家拢有分啊。感谢 Rose， 嘿 ，Rose，你这梗图拢8D 想的啦。安尼爱一定要有8D。对。我的部分，哎呦，对，上大家拢满意，拢有满意分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拢满。最后留一个，这是大家福气。咱大家若来录钱，大家拢有福气。我投大家。好，投好观众。来，当罗一声。趁钱有声。